北京故宮。北京故宮位於北京市中心，舊稱紫禁城，曾經係明清兩代嘅皇宮。明代第3位皇帝朱棣喺奪取帝位之後，決定遷都北京，開始營造呢一座宮殿，至明永樂18年落成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推翻咗中國最後嘅封建帝制清王朝。1924年，順帝溥儀被逐出宮禁。喺呢前後500幾年裏面，共有24位皇帝曾經喺呢度生活居住。北京故宮早於1987年被選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，亦都係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延禧宮為紫禁城內廷東六宮之一，1820年至到去1861年，歷經數次大火。宣統元年喺延禧宮正殿原址動工興建一座3層嘅西洋式建築水殿，不過因為當時戰亂頻仍，國庫空虛，工程直到清朝滅亡都尚未完工，隨後被迫停建。午門係紫禁城嘅正門，非常宏偉。城樓上嘅正殿面闊9間，即係66.56米；深5間，即係29.12米，正好係95之尊嘅意思。從高處望向北京故宮，整組宮殿建築佈局嚴謹，秩序井然，封建等級禮制，無不顯示出帝皇至高無上嘅權威。